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总统府迎接到民国712年的土瓦年，是推出着几啊款的贺年卡、门帘、红包袋啊、甲福袋啊，面顶就来印土瓦的造型，真可爱。今年的红包袋啊是万界风格，画一只玉兔的头像，搭配着银角啊，甲充满着年节气氛的烟花的图腾，真喜气。啊，这个红包袋啊，甲门帘，拢总是印25万份。明仔载开始到1月19，配合着总统府开放予参观来发送，民众嘛会当到行政院各联合服务中心去摕。华视新闻看起来，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。